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又是本节欢迎收看3月1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真重要是召开108年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来评定明年起3档要征收的房屋税。为了回应庞大的民意，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做出这个轻税决议，同时针对房屋税追溯征收的争议，决定调回102年的标准，也是中国的厝无起价，借出来减轻民众负担。台南市政府今日上午召开108年不动产评价委员会，朝向轻税方向进行讨论，并得到几项结论，包括新厝起的幅度调整成为58%，是6度上加，以及折旧率来提悬等等。初步估算，大台南将会有将近14万户享受到减税优惠。那第一个就是原本我们在中古屋的部分，就是90年到105年的房价的调涨的部分呢，就是确定归零，也就是大家在过去口头上所谓的回溯这件事情呢，确定取消。那从105年的6月30号起才有所谓的调涨。那第二就是说，在调涨的幅度这个部分呢，我们从105年以后的房屋调涨，在连续3年的调涨之后，我们在今年统一，我们让它的涨幅变成是58%。那58%是目前在这个房屋基本单价的税率里面是6度里面是最低的哈。那其他的最低的大概到达60%。那第三个就是大家有在关心折旧率的部分，那我们折旧率的部分也从1%提高到1.17%，那产值率也降到29.8%哈。那在地段率的调整的部分，地段率也是讲求一个合理性，那所以我们整体的调降的部分有388个路段。调升的部分有71个路段，那其余有2576个路段是维持原来的标准。那针对自住型，就是自住型的购物的税率的部分，那最后还是做出了单一持有的部分，我们就是我们整体调降就是到达84折啊，就是降16%。我们即将朝向轻税的方向，来改变说，我们已经做成轻税的决定，那也希望市民可以继续支持，一方面是轻税负的一些决定，那一方面还是兼顾税负的公平性、合理性，那反映真正在税捐的结构上的一个平衡性。同时，伫咧过去这几档上届引起争议的中古旧厝追溯调起的问题，市府嘛伫咧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同意之下，将调起的部分全部变做无调起。希望台南市民会当真正感受到市府希望减轻民众负担的满满心意。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为提升咱救灾效能，上桥联合机密事业、联华电子以及台南航空站等单位来签署资源协定，以后各单位的资源将互相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机密事业因为厂房设备非常贵重，因此成立着私人的消防队，希望会当伫咧厂房发生着火灾意外第一时间的投入救灾。同时，联电甲台南航空站嘛有家己的消防小队，拢拥有非常先进的器材甲设备。这届所签的合作备忘录，就是整合这寡救灾资源，做伙来守护台南民众的安全。那我想今天除了这个签署3个公民营之外呢，那我想也在这边提起了我们消防局哈。那今天是一个示范，我们希望能够带头。那我想未来我们希望说整合台南更多的这个消防资源的这个产业，能够把它加入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把我们台南所有的各项的救灾的资源能够做一个汇整。碰到台南有一些灾害的时候，能够赶快动员快速的把各项的灾害能够降到最低，守护大台南的各项的人身的安全跟设备跟财产的这个不要受到灾害受到减到最低的状况。那我想希望
透过这个样的这个签署的活动，那未来我们希望确保大台南能够在一个施政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安全大台南，不然这个是大家共同的目标。那我想再次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未来能够为大台南的这个安全能够贡献更多的力量。其中基美事业所自行成立的凤凰小队消防队，已经投资超过1亿的经验，针对着工程的特性，配置了这上界先进的消防设备。奇美实业非常重视自主消防应变的量能。我们这几年除了购置更新各式先进的消防车辆之外，我们还成立了我们自己的消防队奇美凤凰小队。因为我们认为消防应变是安全最后一道的防线，自设消防队跟投资新进的消防设备，能够让这一道防线能够更加坚固。我们的徐创办人常常说，公安环保是没有上限的。未来我们奇美更将持续精进我们人员训练跟设备的升级，来打造坚实可靠的自主消防量能。这届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未来将会当大大来加强着这寡单位消防资源之间的交流甲运用，嘛，互咱大台南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有保障。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伫107年完成李林整并以后，减少1/3的人，所以嘛造成原本林场的工作范围变大，工作量相对较济。但针对林场的补助，其实落到台南是较少的，所以议员柯玉林提案增加林场的津贴补助。咱市伫去年完成了李林的整并，除了李的数量有减少以外，其中嘛减少了1/3的林。对此，林场的工作范围嘛比过去搁较大。工作量嘛变了搁较济，未来市府搁要建设社区的防护网，安尼林场的工作量搁会增加。但是林场并无相对的补助，对此市议员徐友仁认为，市府应该要增加林场的补助，减少因的负担。大会专案报告的时阵，咱的政府搁讲，咱希望咱的林场会当加强照顾咱遮的弱势，照顾咱遮的迄个林内底遮的居民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安尼这个政策你无予伊一个交通津贴是背道而驰的啦。甲里林合并的目标要达到稳定一个社会的安全跟福利，是会有相对的一个违背的现象。所以咱希望讲，咱要马儿好，就要马儿让它吃草，对不对？不要马儿好又让马儿不吃草，安尼足奇怪，安尼咱的社会安全网会有破洞。所以，阮伫遮有伫想，我们对于省人、精简人力，但是提升专业的训练，我们是 yes 的。但是如果是纯粹省人，就 no。那如果省了钱，你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省钱，我们完全拒绝，完全说 no。但是社会安全网的照顾，这是刻不容缓，不能够有任何的破洞的。议员表示，台南市伫李林整并以后，每年的经费已经省了1亿6千万左右。如果每个林长每个月补助1000块，安尼一年大约嘛增加1亿1500万尔，安尼嘛是比整并进前省了4900多万。议员也强调，补助数量的偌济，会使看财务的状况搁来调整，但是1块拢无补助是无介合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连续7档争取到世界杯小港锦标赛主办权，今年比赛就将对7月26开始登场。不过到目前为止，位伫亚太棒球中心的小棒场地也咧积极赶工，预计6月27才会完工。所以议会甲委员会为了关心进度，特别深入了解。实际来讲，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一级工程，工人正伫会当容纳1000个座位的小棒副球场吊挂触电管架。根据营造公司表示，目前每一天现场包括工程师甲施工人员至少都有150位，对日时甲暗时赶工。得希望如期伫6月27完工，11月11号正式启用。不过，不管是副球场，起来是会当容纳8000席的主球场。因为现场看起来进度敢若真使人烦恼，敢会赴伫7月26开始，好不容易争取到2019年世界杯小棒锦标赛，
所以议会到委员会这些议员，特别是阿兰区在地，拢踊跃出席，并且是地关心包括户外景观、停车空间、加交通等等状况。因7月23号就要办理这 U12的国际赛事看到这个工程的一个进度都很担忧有那今仔日一个勘察刚刚那个营造单位还有公务局也跟在座的议员很详细的一个报告他们有确立这个进度品质是没有问题，也有甲阮转行看挂保证讲无问题这请市民朋友会当放心阮有3点的一个结论就是讲应如期完工以利 U12的国际比赛第二点就是应注意施工品质及公设力求完善第3点就是 U12比赛结束之后如何充分使用教育局嘛爱妥善的一个规划。既然主办单位教育局甲台办的教务局拢真有信心，等现勘保证会当如期完工，但有关球场完工以后后续的委外经营，教育局也强调，不只是比赛用途，一定会特殊的规划，让社区社团拢会当使用办法。场地完成之后了就是说我们 U12比赛之后，那场地的管理，其实我们有整体的规划，包括未来现在是1期工程、2期工程完成之后，那我们会有用委外经营的方式。那如果现在是以1期工程比赛完后呢，我们也订立这一个完善的管理办法，包括这个国内或者是我们室内相关的团体的借用。或者是这个国内其他团体的借用，那甚至这个其他那国家，它如果有异地训练要使用，都可以多功能上面的这个使用了。中钢电会8月外以及小棒球场伫地方满身期待进行，嘛希望提供8到3天，互工程顺利。但新闻顾及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提供餐桌文化，呼吁家长爱加陪伴囡仔食暗顿，台湾国际幸福家庭促进会将透过6岛议会力量做回来宣传，小五地担市会无分党派，嘛拢共同来响应。由台湾国际幸福家庭促进会所推广的餐桌文化，在强调幸福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呼吁家长爱陪囡仔食饭，加听囡仔心声，互因鼓励甲祝福。为了持续宣传这款的理念，该会将陆续邀请6岛跨党派议员共同来发声。今年咱要扩大，伫这个6岛，咱是轮流6岛，伫24个国家、24个国际青年来向咱这学校的学生共同来做一个高峰会、青年高峰会那么这个活动已经举办到这来，已经第6档那么今年毋茫讲。咱不但安尼伫国际受肯定了后，真难得联合国的秘书长听到咱的这个声音，看到咱这个这个发动这个代志伊真感动因为咱幸福家庭咱现在是巡回啦巡回开记者会，分别在6都那结合地方的议员那共同发起，那发起这样的一个发想，基本上是希望说。透过我们有民意基础的民意代表，像我们议员然后来共同在基层来做宣导。那期待幸福家庭这样的概念广泛的推广。伫3顿过程中，上个重要就是咧桌顶餐桌，大家一定伫餐桌上面，大家只有大家会当讲互相关心，这一整天来。到底大家面临到什么问题？分享一些喜悦，分享一些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一些比较需要关怀的地方，嘛是伫餐桌上面，大家很适度的展现出来。会中促进会嘛进一步强调餐桌文化5个价值，包括对话、接纳、幸福、倾听甲共融，也是幸福家庭袂起家、袂当欠缺的行动力。希望这个记者会唤起全民的重视。但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这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
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了宣示政府环岛的决心，台南地检署甲保利总队第1大队19号上午特别伫南科举办关怀渔港环岛的宣导，希望后来台南的渔港会当了解食毒的危害，赶紧离开毒品。一透早位伫永康的科学工业区内，就有济外籍渔工当咧排队准备入场，因拢是要来参加由着台南地检署甲保安警察第2总队第1大队共同举办的关怀渔工向毒品说不的反毒宣导活动。现场由着主任检察官许家龙以生动活泼的方式，互外籍渔工甲企业管理者了解毒品的危害，同时嘛提醒因毒品相关的法律，并鼓励大家会使踊跃来检举。那我们今天台南地检署特别来到台南科学园区，对在这边工作的菲律宾的朋友来实施反毒的宣导。那无非是希望他们在这边能够遵守我们台湾的法律的规定，不要碰触毒品。那另外，对于有关毒品的来源跟贩卖者，也希望我们的菲律宾的朋友，如果知道的话，能够立即向执法机关来踊跃来检举。那我们希望他们在这边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工作。那另外遵守当地的法令，那不要碰触毒品。如果一知道有毒品的相关的讯息，能够跟执法机关来立即检举，能够共同维护在这边工作一个非常安全而且很稳定的一个工作。渔港是现在咱国内产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因伫来台湾工作的时阵，可能会互不法集团影响，造成食毒也则是卖毒的状况。地检署甲警方之间的合作宣导，就是希望将安尼的几率降到上低，打造一个无毒的家园。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一般较常听到脑中风，不过日前基密下中心却诊断出一位97岁人岁患着急性的手中风。医生表示，其实照会留袂到每一个部位造成脱掉的拢有可能，而且若无紧急处理，会有生命危险。基密下中心心血管内科医生黄博生表示，急性的手中风其实是真罕见的病例，加上患者阁是97岁人岁，更加受到瞩目。依照治疗进前的记录，会当看见伊的手就是白苍苍，拢无血色，而且透过血管的黏影，看出血嘛无都流落去，形成血栓。高度怀疑，就是因为心房颤动的心律不整所造成的急性手中风。经过透过导管来清除血栓以后，患者的明显大大改善。这个个案年纪蛮大的，97岁了哈。那因为他平常没有什么慢性的疾病，也没有在看医生，所以他不晓得说他其实有一个心房颤动的问题，所以他第一次发现他的心房颤动就是因为中风引起的。那其实临床上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脑中风的个案，那神经科会照会我们科，那后来发现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心房颤动引起的中风，所以心房颤动其实有一点是隐形的杀手，他平常的时候可能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很容易去忽略它，可是它产生真正严重的并发症的时候，可能是会有致命性的。医生都要提醒有心律不整的民众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嘛要特别细腻。一旦血脱掉的无赶紧处理，也是有10%到15%的截肢风险。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2019年台南新艺奖伫18号开始，伫台南10个专业画廊同步登场。今年文化局特别邀请3位国际艺术家来展出，希望借着因的产物，让台南新艺奖更加国际性、产品更多样化。迈入第7档的台南新艺奖，
不只是市府文化局甲专业画廊协力合作的重要视觉艺术奖，嘛成为国内新锐艺术家重要的发声平台，专门为40岁以下艺术家所设立的奖项。为了协助这少年艺术家的作品会当更加具有国际视野，今年特别邀请英国艺术家 Satapa Biswas、Mike Starbucks 以及挪威艺术家安兰来到台南做交流以及展出。为了让我们年轻艺术家有更多的一个国际艺术交流跟视野的提供，所以我们这几年开始也邀请了国外知名的艺术家共同来参展，让这些年轻的艺术家能够跟这些在国际上已经有知名度，而且在国际展览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艺术家，可以共同展出、共同交流，那开拓他们国际的一个视野。所以今年也特别透过我们的策展人陈明慧老师，特别邀请了3位非常有经验的这些艺术家来到台南来展出。那么从今天开始，那一直到4月14号，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跟我们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会在10个艺廊当中来做展出。所以欢迎所有爱好艺术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点可以来到台南，到10个艺文空间去看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欣赏到这些国际级的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挪威的表演艺术家安兰23号将会带领2位台南舞者伫南赛图做演出。欢迎对当代行动艺术以及性别议题有兴趣的朋友，这个拜六下晡3点来现场观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这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0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介绍收看3月19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